現年63歲嘅李連杰近呢幾年一改以往低調嘅作風，頻密咁活躍喺唔同嘅社交平台上面，不時咁發佈一啲生活動態同個人感悟，同過去嗰個好少喺公眾面前露面嘅功夫巨星形象形成咗鮮明嘅對比。佢仲同細女李台蜜一齊錄製咗一輯對話訪談節目，喺節目入面大方咁分享自己從前嘅人生經歷、感情故事以及對生活嘅種種感悟。呢輯節目播出之後引起咗廣泛嘅關注，因為李連杰喺節目入面講到好多過去從未公開講過嘅話題，包括佢同前妻所生嘅兩個女嘅關係，甚至仲涉及到現任老婆李智同嗰兩個女之間嘅相處方式。喺嗰之前，李連杰幾乎唔會喺公開場合提及自己嘅家庭私事，尤其是涉及到兩段婚姻同4個女嘅話題，更加係佢一直迴避嘅領域。所以今次佢願意打開心扉講出嚟，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好意外。如今佢又喺節目入面進一步剖白自己25歲初次成為孕婦嗰陣嘅真實心情，仲自爆咗一個不為人知嘅事實，就係佢為咗完成阿媽抱男孫嘅願望，曾經一直好努力咁去追生仔，只可惜一連生咗4個都係女，始終都未能如願。李連杰喺同細女嘅對話節目入面，被主持人問到初為人父嗰陣嘅心情係點樣，以及呢個身份嘅轉變有冇改變佢個人嘅認同感。面對呢個問題，李連杰冇回避，而係好坦率咁講出自己當時嘅第一反應。佢表示自己當時完全冇做好準備，第一反應就係唔知點解自己會喺咁後生嘅時候就有咗細路，嗰種突如其來嘅感覺令佢一度有啲手忙腳亂。不過當佢第一次見到自己嘅大女李絲嗰陣，成個人嘅狀態就完全變晒，塊面洋溢住幸福同溫馨嘅笑容，所有嘅緊張同不安都喺嗰一刻煙消雲散。佢喺節目入面詳細描述咗大女出世嗰陣嘅情景，話大女出世嗰陣非常嬌小，成個人細細粒就好似一個精緻嘅玩具。佢望住呢個細細嘅生命，完全唔知點樣去抱佢，點樣去拿捏佢。每次抱嘅時候都特別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手力太大會整痛佢。佢仲話嗰陣時自己嘅心情總係好緊張，因為從來冇照顧過咁細嘅細路，完全冇經驗，日日都擔心自己邊度做得唔啱，邊度做得唔夠好。回憶起同大女相處嘅嗰段時光，李連杰成塊面都係笑容，嗰一份發自內心嘅歡喜之情點都藏唔住。佢講到動情處，甚至有些少哽咽，可以睇得出嗰段父女之間嘅早期時光，對佢嚟講係非常珍貴嘅記憶。李連杰接着回憶起嗰段忙碌而又充實嘅日子，佢稱嗰陣時自己嘅工作非常忙碌，拍夫嘅日程排得好滿，根本冇辦法親自全天候照顧個女，只可以請保姆幫手。佢每日朝早出門之前都要小心翼翼咁將個女放入嬰兒籃裏面，然後揸車送去保姆屋企，確認細路安全，交俾保姆之後，先至去片場開工。夜晚收工之後，無論幾攰幾夜，佢都會第一時間去保姆屋企湊返個女。佢話嗰段時間雖然辛苦，但每日可以見到個女就係佢最大嘅動力。做嘢再攰，只要諗到屋企有個小生命等緊自己，就覺得一切都值得。李連杰同前妻黃秋燕一共生咗2個女，分別係大女李絲同二女李台蜜。後來佢同第2任老婆李智又生咗2個女，一共係4個女。佢對呢4個女都視如珍寶，從來冇因為係女就有所偏心或者失望。但原來喺佢內心深處，其實一直都想要生一個男仔。李連杰喺節目入面自爆咗一個細節，佢話生咗長女李絲之後，其實並冇打算要生第2胎，原因好現實，就係佢同前妻黃秋燕2個人都在做嘢，根本冇辦法同時湊2個細路，精力同時間都唔容許。但係前妻黃秋燕當時主動提出想再生1胎，而且黃秋燕講咗一句話打動咗佢。黃秋燕表示，如果第2胎係個仔嘅話，李連杰嘅阿媽一定會好開心。李連杰話佢聽到呢句說話之後，個心就被觸動咗，因為佢知道阿媽一直想抱男孫，而自己家族入面生嘅全部都係女，阿媽為此一直好遺憾。
於是李連杰就同意咗要第二胎，結果第二胎出世之後又係一個女，即係二女李台蜜。對於生仔呢件事，李連杰喺節目入面直言不諱咁表示自己嘅確一直有想生仔嘅念頭，呢個唔係因為佢重男輕女，而係因為家族入面多數都係生女。佢詳細講咗自己屋企嘅情況，佢家姐生咗一個女，二家姐都生咗一個女，大哥生嘅都係女。成個家族入面冇一個男孫，所以阿媽一直好失望。佢話阿媽係傳統嘅中國人，心裏面一直希望有個男孫，呢個係老人家嘅心願。佢作為仔仔，好想幫阿媽實現。於是李連杰就同阿媽承諾話自己會盡力。阿媽聽完之後都好期待。不過生男生女呢啲事完全唔由人控制，唔係你想要咩就有咩。李連杰同前妻黃秋燕連生咗兩個細路，結果兩個都係女。而喺生大女李絲嘅時候，李連杰仲自爆佢一度都唔敢將呢個消息話俾阿媽知，因為佢怕阿媽聽到係女會失望。佢話當時抱住個女喺懷裏面嘅時候，又開心又忐忑。開心嘅係自己做咗爸爸，忐忑嘅係唔知點樣同阿媽交代。後來都係將消息話咗俾阿媽知。阿媽雖然口上面冇講咩，但佢感覺到阿媽心裏面係有些少失落嘅。李連杰同前妻黃秋燕嘅呢段婚姻始於1987年，兩個人當時都喺武術隊，黃秋燕係佢師姐，兩個人因為共同嘅武術背景行埋一齊。呢段婚姻維持咗幾年，直到1991年，兩個人喺美國正式辦完離婚手續。需要說明嘅係，兩個人離婚並唔係因為黃秋燕連生咗兩個女，而係有其他方面嘅原因。其中最主要嘅就係李連杰喺拍電影期間同利智相識相戀，感情出現咗變化。離婚之後，李連杰揀咗淨身出戶，佢將洛杉磯以及美國嘅物業等所有財產都留咗俾前妻黃秋燕同兩個女，自己幾乎咩都冇帶走，可以話係將自己俾得到嘅都俾咗前妻同細路。李連杰喺1999年同利智正式再婚，兩個人嘅婚禮喺洛杉磯舉行，嗰陣場面非常盛大。同利智再婚之後，李連杰又再度有咗生育嘅想法，佢都係希望可以幫阿媽生一個男孫。於是佢同利智又生咗兩胎，結果兩胎生落嚟又係女，即係話佢前前後後一共試咗四次生嘅全部都係女。始終都冇實現到為阿媽生男孫嘅心願。對於呢一點，李連杰喺節目入面都坦然承認咗。佢話自己對生男生女其實倒又冇咁執着，之所以一直強調想要仔，最主要嘅原因就係想令阿媽可以實現抱男孫嘅心願。可惜事與願違，老天冇成全到佢呢個願望。講到呢度嘅時候，坐喺隔籬嘅細女李台蜜仲唔忙當場串嚇老豆。佢笑住話李連杰失敗咗4次，而且4次都係李連杰自己嘅問題，唔關老婆事。言下之意就係生男生女取決於男方嘅染色體，同老婆冇關係。李連杰聽完之後都冇否認，只係笑住點頭。父女兩人嘅互動令現場氣氛變得輕鬆愉快。事實上，李連杰對呢4個女嘅寵愛係有目共睹嘅。佢雖然生唔到仔，但對每一個女都付出咗十足嘅父愛，尤其係對同利智所生嘅兩個女，佢唔單止由細就陪伴佢哋成長，參與佢哋生活中每一個重要時刻，仲非常努力咁栽培佢哋，喺教育上投入咗大量心血，等佢哋入讀頂尖嘅名校。利智嘅大女李 Jane 由細成績優異，後嚟考上咗哈佛大學，畢業之後入咗華爾街做金融工作。喺行內發展得相當唔錯。細女李台蜜就喺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心理學，畢業之後冇行平常路，而係自己開創咗一個工作室，專門為亞裔青少年做心理輔導工作。佢希望可以用自己嘅專業知識幫到更多有需要嘅後生仔。呢兩個女都非常爭氣，各自喺自己嘅領域做出咗成績，呢樣都令李連杰覺得非常驕傲同欣慰。至於同前妻黃秋燕所生嘅兩個女李絲同李台蜜，
雖然因為父母離婚嘅原因冇辦法朝夕陪喺老豆身邊，但李連杰並冇因此疏忽對佢哋嘅責任。佢留低咗豐厚嘅資產俾呢兩個女，確保佢哋喺經濟上完全冇後顧之憂，足夠佢哋豐衣足食到100歲。李連杰喺節目最後都表達咗自己嘅態度，佢話雖然生唔到男孫俾阿媽，但佢對4個女嘅愛一啲都唔少，每一個都係佢嘅心肝定。佢呢世人最唔後悔嘅就係有呢4個女。好啦，以上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多謝大家嘅支持。